台湾话不相干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无地带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不相干，用例。隔壁分灯火，家己无地带。邻居吹熄灯火，跟你无关。当有人争论之时，第三者出言袒护一方，对方则用这句话叫他别管闲事，或只多管他人的家务事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